民众若是有急诊的经验哦，可能有人会真怨叹讲，急诊的人真济，嘛拢爱等真久。台大病院就甲台大的人工智慧中心合作，用病院过去10天上100万笔的急诊的资料，设计一套系统，会当协助医师来分析判断急诊病人的状况。 急诊人济状况也真济，以健保署网站顶悬台北市医学中心的资料来讲，第20载时，台大病院急诊就有100多人等要住院，平均需要等待2天到3天。为了减轻急诊塞车的状况，嘛减轻医护负担，台大病院甲台大 AI 中心合作，以人工智慧协助急诊的流程。急诊的病人千变万化，内科、外科各种方式都有。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诊断？我们担心的，事实上是会有一些遗漏。那所以从这个系统里面呢，我们把可能的诊断把它找出来。那在这个医师做判断的时候，协助他。台大病院表示 ，AI 系统整合过去10年100万笔的急诊病患资料，病患到急诊检伤的时，会甲病患的状况甲过去的资料相比拼，向医师分析病患的检伤等级、住院可能性、死亡可能性，还有需要点伫病院的时间等等，也透过追踪器掌握急诊病床、医疗设备的状况，缩减急诊的停留的时间，因为可以早一点告诉医师，尤其是比较没有经验的医师的话，他们可能会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早一点出院，那可以提醒他。台大病院表示，经过调查，有7成医师认为 AI 系统有正确估计病患的状况，已经规划为2月开始，陆续伫分林分院、新竹分院试用，透过无同地区的跨境需求优化系统。记者郭长水台北报道。